在，今日所见拢免挂虑。啊，撒旦的指引不救赎我，咱的背已经在，让我丢归，让那稳固归罪，免过第二站搁一遍，今日所见拢免挂虑。啊，撒旦临家已不修赎我，咱的背已经在，让我丢归，让那稳固归罪，免过虑。第圣诗320首。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对咱身边的人讲，上帝赐你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着三甲欢喜，吟诗来俄罗伊。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时刻，又是我的拯救。三字明心走全地，广播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是耶和华所定日子。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充满在这里，赞美的歌声也充满了神的。感谢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而舍，你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如今我们不在罪中活着，都是你的恩典。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或气馁，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流出宝血，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
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船，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船，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天选我的船，经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缺点，但是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你是起初的，你是末后。主，你是起头是落尾，你的疼对早到今唔捌改变。主，你救赎的功劳已经为阮来成，但阮因为信通白白来得到这上天的福利。主，感谢你的恩典，阮愿意一生来跟缀你。阮所求的好处，无伫你以外。求主你来引带阮一生，互阮无论拄着困难也是危险，拢刚强壮胆，为着要认光主你的名。伫这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愿献上我的敬拜甲婀娜，求主你来接纳，一切荣光拢是归予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来，这边请坐。
我靠买，多多我要讲起耶和华阮上帝名，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用信息来学罗上帝。信息第33首，信息第33首。天顶阿爸真正慈悲啊！咱这位来起立来吟全首。天顶阿爸真正慈悲啊，使咱家亲大交庇啊，咱信心好将伊向彼来困地，伊是春风难是草，随一切，因你所亲路免花路啊，三人饮家有相思啊，咱疲惫只今在，人活着可以，咱那温困为伊睡，免怀疑，来看悄悄袂关袂过啊，来看山里白下花开啊，无情做，无修行，也拢无旁情，天袂要顾听小音，扬起音，所罗门王因花富贵啊，也毋大叫家把花会啊，咱大家着亲在，孙真正大，一个世界小弟你，小弟我，请坐。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你是创造万物的大主宰，你是恩典的主、慈爱的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万物拢充满着你的恩典。我要来称赞你，求你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疼痛的声。伫罪恶中，只是阮活命的真理；伫软弱中，显出你全能的恩典；伫绝望中，想出阮毋忘的气力；伫黑暗中，为阮开光明的道路。主啊，我要来就近你，求你加添阮智慧的心，求你加添阮谨慎的心，也求你加添阮祈祷的心，互阮知家己的软弱，互阮谦卑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承认阮的罪过。透过主耶稣是你嘅救赎的恩典，来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同行。阮也恳求主信神，引带阮头前的路，伫祈祷当中看见上帝所想出的道路、真理甲活命，遵守你的诫命，常常提醒阮着谨慎来祈祷。大家切切相听，因为听是掠砍最罪过。大家相接待，逐人照所受事的恩赐相互师，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好管家。今仔日是玉山实验院的奉献主日，我们恳求主带领玉山神学院神学教育栽培神学生，成做主所害命的牧者，牧养教会，传扬主的真理甲福音。伫去年的花莲大地震，直到校舍、道路甲地面的损害。我也特别为着校舍整建来祈祷，恳求信心帮赞，所有的整建过程拢会平安顺利来完成，也互教会兄弟姊妹继续关心来岛奉献甲支持。阮将今仔日主耶和华所定着日子，献上阮的敬拜甲懊恼，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互你，
敬虔拜列，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愿平安。阿门。启应，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21，诗篇第93篇。启应文第21，诗篇93篇。伫信息后面，启应文1037页。我来启，请大家三个来应。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喊。上主伫天顶迄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实袂改变。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是《我真爱讲这故事》。请。我真爱讲。
感谢新国队的献诗来俄罗上帝，这是咱三甲起立来做念新的改变，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耶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真理的总根效。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真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1节到12节，以及17章45节到50节。第三位是申命记31章第6节。咱先来看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1节到12节。伫旧约圣经第309页，我来读，请大家来看。撒母耳上卷第17章第1节，非利士人组织因的军兵要交战，组织伫属犹大的苏哥，再赢伫以弗大敏，伫苏哥甲阿西加的中间。扫罗甲以色列人也组织再赢伫以勒的山谷，排队伍抵挡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徛伫这边的山，以色列人徛伫迄边的山。中间有山谷，对非利士的营中有一个战将出来，名叫哥利亚，是加德人，身躯悬6丈，搁一粒，头伫铜盔，身穿有蓝的战甲，伊的战甲的重有5000舍克勒的重，大腿穿铜裙，肩头中白铜的架，枪柄大亲像布机的德心。枪尾铁有600舍克勒的重，有一个杆顶把会行伫伊的头前。伊徛伫对以色列的军队话，甲因讲：恁出来排队伍要啥事啊？我竟毋是非利士人，恁竟毋是扫罗的奴仆吗？恁中间拣一人，互伊落来我遮。伊若话甲我三台死我，我就要做恁的奴才；我若较赢伊，死伊。你就要做阮的奴才，互使阮。迄个非利士人佫讲：我今仔日藐视以色列者的军队，恁叫一人出来，甲我三台。扫罗甲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的话，就真乱真惊。第12节，大比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亚西的囝，亚西有8个囝。当扫罗的时，亚西年岁多伫人的中间算是老人。第二处是伫17章45节到50节，伫后一页。第45节，大比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我军我，是用刀、用枪、用架；我来我军你，是用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抬你的头壳！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身尸，互宫中的皮鸟、地上的野兽，互普天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佮互遮的规群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交战的事在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迄个非利士人起来，进前群我要指大比，大比也赶紧走去。军队要指非利士人，大比顺手伫地下内摕一个石仔出来，因扫掀去，射着非利士人的头遐，石仔钉伫头遐，伊就倒落去，面趴伫地面。安尼，大比用线扫甲石仔较赢非利士人，拍死伊，总是大比的手无刀。第三位是伫申命记第31章第6节。伫旧约圣经224页，申命记第31章第6节，恁着勇敢壮大，无伫惊因，也无伫论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以上。求主将你的话
今仔日是玉山神人伊奉献主日，玉山神人伊提派南口教会都有即个牧师前来并为讲道，今日牧师所谓讲道的是击败巨人，好，咱注心来听，用时间交到牧师。现在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先感谢主，会当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到罗州教会来请安吼。真感谢上帝，这间教会是宣教士设立的，超过100多年的历史吼。所以一代一代的传教者伫这个所在来引传教会，行伫上帝旨意内面是真好的代志啊！嘛愿上帝祝福罗州教会伫头前的道路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感谢主，我伫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毋是出生伫台湾的台湾人吼，我伫20年以前伫香港来到台湾。会记得我去读迄个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我根本就袂晓讲台语的，甚至迄个国语我嘛袂晓讲。所以伫神学院第一天，伫迄个总务长伫解说迄个神学院内底的环境的时候，所有人伫礼拜堂拢出去了，剩我一个坐伫后壁。迄个所有同学就问讲：你为什么坐伫遐？我讲我听无啊，所以真感谢主哦，是10几年的中间，会当伫受到真好的神学教育，嘛毕业了后去到牧会的时，嘛会当一步一步来讲台语吼。所以等一下你觉得我的台语或者是华语怪怪的，不要觉得奇怪哦。感谢主，感谢主。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是记载伫撒母耳上悬迄个大卫的故事，以及歌利亚。歌利亚到底是啥人？歌利亚是上帝百姓的对敌，是非利士人中间一个军人。伊是一个互人感觉真头壳疼的麻烦的人物。以色列的军队一定会熟悉即个真出名的大汉人。想看卖，伫即个战前，上帝百姓，以色列百姓，伊听到的是虾米款的风声？以色列的军队听到的是歌利亚即个人真有勇气，真强，真厉害。歌利亚真无简单，真了不起。听讲，伊逐摆受战拢打赢的，真后拍。伊的体型、外表有大悬、大强、勇壮。咱会记得歌利亚的身悬超过290公分吼。我是178吼，你想想看，290公分是怎么样？圣经形容伊是非利士军队中间的讨战的人，这个人非常的骄傲。若讲相拍吼，这个歌利亚可能毋捌输过。伊非常的勇壮，以色列的军队真了解这个大汉人，嘛真惊伊。总是圣经记载，大卫无惊吓。迄当阵，大卫连一个阿兵哥嘛毋是哦，伊根本就无实际迄个征战的经验。迄当阵，大卫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的学生尔定，敢若是一个牧童尔定。迄当阵的大卫，伊全部替伊的老爸做 food panda。圣经记载，伊老爸找伊去送便当，互伊3个兄哥，叫做以利亚、阿必拿达以及撒玛。因为3个兄哥伫头前甲非利士人相战，大卫就受到老爸差遣
去到头前，甲三兄哥去服务。迄天台北的行程安排大概就是，顺坦老爸的话，送便当去到头前，了后当去厝，过来继续照顾游群。因为台北本来是一个过游群的活动，所以咱会当了解一项代志，就是歌利亚迄天出现，并毋是一个安排好的节目。对台北来讲，是一个临时的考试。迄天出门的时，台北完全无想到会拄到一个真可怕的大汉人，所以伊可能根本就无心理准备，想要受战。伊嘛可能无穿好迄个装备的衫。随梦拄啊进前，圣经记载，先知撒母耳封立台北做王，甲伊大大的祝福。毋过，无代表台北迄前途一定真顺遂，对毋是？所以，上帝应允台北，互伊做王，一嘛面前即个大汉人会出现。可能互台北最王的面貌拢幻灭，因为可能拄着大汉人的时，伊就翘起。所以迄日台北做伊平时的工作，伊想要将手中的代志办好势尔定，毋过伊拄着大的考验。拄着麻烦，拄着压力，拄着真歹处理的歌利亚，你可能会理解台北的心情，因为在座有人可能嘛拄着真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拢是忽然间临到。人生的挑战，拢毋是讲好的，忽然间无准备好就发生啊！不管是物质上的困难，还是感情上的冲突，意料之外的压力，互人常常毋知影安怎去面对。比如讲，你的车忽然间互人弄着，忽然间好朋友甲你骗，忽然间上班互人洗头路，你的囡仔得搞怪，你一个月的开销超过你的收入，去领迄个病院的报告，发现你的健康出现问题。以上种种的问题，拢毋是讲好，拢毋是迄个设计好的，才会互人忧闷的代志，可能是你生命中上困难的大汉人。当你料想未到的时，你只不过是想要好好啊生活，毋过你忽然间就拄着大困难。拄着麻烦，拄着压力，拄着歌利亚，我袂记得试。所以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大汉人真歹处理的，真互人烦恼。大汉人可能是互别人批评。可能是对敌的欺骗，可能是环境的迫害，以及内心家庭各种的压力，忽然间来的试炼，互人感觉措手不及。
所以有真侪人感觉我已经无够格的气力去交战，心嘛失去原本做基督徒的欢喜甲喜乐。故事通常是安尼发生的，就是当人努力去工作、努力去生活、好好啊做人的时候，当咱差不多成功的生活愈来愈好了、愈来愈顺遂的时，忽然间大汉人就出现。世界有真侪人拢拄着问题，有人可能有债务的问题，可能一直在努力的还债，在3个月以后，我的债务就可以还清了。心想到3个月以后我就自由了，结果可能突然间就发生另外一个困难。你嘛可能在今年的开始决志，今年爱做运动，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感觉做运动是需要的，所以运动鞋啊、排汗衣啊，你都买了。但是当你开始一些运动的进展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面搬个东西都闪到腰啊，所以做运动的计划拢无去。你可能唔知影咱教会有迄个幸福小组无？做传福音吼，那你可能一直在祷告说：我求上帝引带我的老爸来信耶稣啊，兄弟姊妹来摇车去到幸福小组。结果，等你摇车伊嘛答应要来的时，你爸爸背间庙选上去当主委，这样我拢拄着过。可能你的信仰有进步，所以你就讲爱对付家己，爱处理家己内底的问题，你就开始祈祷，求上帝帮助你，会当去原谅以前甲你伤害的人。所以你直直祈祷，上帝直直互你快乐，你终于了，已经愿意准备好去赦免对方了。结果你拄着对方的时，对方佫一摆甲你伤害。这一切拢是有可能的，那到底安怎？人生的故事就是，当咱还未准备好的时，困难、问题、麻烦，忽然间临到，也是讲，当咱真转弱的时，忽然间拄着大困难。所以世间有真侪的基督徒，伫真年的中间，信仰悠远，原地踏步。嘛，互真侪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中间就讲，我想要放弃了，因为这太难了。真无彩就是，虽然上帝的囝钱基督徒已经有得胜的身份，不过却无得胜的快乐。咱有得胜的愿望，却活伫失败的中间。拄我所讲的财务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咱嘛祈祷啊，咱嘛交托互上帝。不过，咱感觉祈祷嘛无效，到尾。咱活到甲一个无信仰的人拢差不多，哥利亚较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所讲的，并唔是上帝替伊百姓的计划，咱绝对唔通摆烂。唔通受击败，
不管问题遐尔啊严重，你嘛会当倚靠上帝赢过困难，享受得胜的喜乐。凡事你会感觉讲，啊咧，有够忝啊啦，我已经无气力去征战落去啦。因为现实可能无改变，囡仔无改变，工作无改变，同事无改变，教会嘛无改变，可能，所以你就失志，无气力去征战。那你是安尼想，实在是真好的第一步，因为你开始真正了解家己是有限，嘛了解靠家己。根本就无才调去征战，因为靠家己，咱一定会输。真正想要活出得胜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伫转折的中间倚靠上帝，完全倚靠伊所授予的气力。所以圣经讲，当咱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授予咱气力。去解决问题，并唔是倚靠家己的经验、才调、金钱。圣经所说的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不是越来越累啊！听候耶和华的必各一摆得到气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意思是讲。当这个基督徒期待上帝、追求上帝，而且将愿望交托给上帝的时，这个人就重新得到新的气力。这就是经节提起咱一件代志，就是上帝的心根本就无愿望伊的囝儿。勉强地过日子，敢毋是？活到真见效甲委屈，倚靠上帝的人一定会得胜。圣经讲，上帝要互咱满气力甲愿望，所以上帝命令讲，走，袂野先行路，嘛袂感觉真忝。基督徒。那常常活到真失志、真无力、失去愿望，代表这个基督徒，可能伊真正未经验到这节经节所讲内底所讲宝贵的应允，也是讲伊只不过是头脑上知影赢定。犹原是这个世间压力、困难、麻烦的受害者，因为伊根本就无法度伫困难中间得胜。你若是安尼，你今仔日就会当改变，你会当决定要活出耶稣来到世间，想要授予你的气力、丰盛、得胜的生命，因为信心。会当改变你的困境，解决你的问题。信心，互你气力哪行天，哪有力。所以，莫受早就讲啊，这个问题伤大，还未开始的时就想要放弃，而且。上重要的，无论是伫家庭内面、伫教会内面，莫阁讲迄款负面的话，你爱知影，因为点伫你内面的圣神，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安怎？阁较强大。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兄弟姊妹。莫因为困难就失志，你爱用信心站起来，嘲笑对付你的问题，嘲笑让你造成压力睡不着的问题，
因为圣经有讲，毋通求问，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三甲互相来勉励，毋通因为人生的中间问题真大，就规工地就问，爱好大，相信上帝替你做奇妙的大代志。兄弟姊妹，上帝要互你气力，会当退开遐甲你迫害的压力。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哇，很多压力进来，那你当我们要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是能够 against 那个给我们的压力的。所以，无论伫教会还是小组团体，咱会当需要常常来互相勉励，莫因为问题就失去信心，莫因为困难就失志。逐个人爱站起来，面对遐个甲你攻击的重担，需要反击你的对敌。我讲的对敌是魔鬼，毋是人。这是你新信心的态度，一个会当改变你生命的态度。这个态度，互大卫得胜。伫撒母耳上卷第17章记载，大卫面对歌利亚的回应，大卫的态度改变一切。这个牧童伫面对歌利亚的时，伊展现的是君王的宽恕。我搁讲一摆，大卫迄当阵是一个细汉囡仔，伊连阿兵哥拢毋是。不过，伊靠上帝的信心面对歌利亚时，伊展现出来的是君王的宽恕。圣经记载，歌利亚正前要攻击大卫，大卫赶紧走正前去迎战。当歌利亚出现的时，会记得圣经记载，其他的以色列的军队的反应，拢是皮皮出来。以色列的军队，上帝的军队，看见一个大汉人，大家拢毋敢顶动，看见伊的外表就被吓跑了，听见伊行路的声音就腿软了。所以，还未开始修战的时，歌利亚就吼大去判那些跟他征战的人死刑。这些人圣经记载，他们都落荒而跑。不过，圣经记载大卫到位的时，就是拄仔所讲的情形。歌利亚使用伊真习惯的伎俩，唱声、挑衅、威胁、大声，用他的肢体、用他的武器来吓跑那些以色列的军队。24节有记载，以色列众人一个看到迄个人，就惊吓逃走。其他的人听见歌利亚在面前，当歌利亚大声的挑衅的时候，圣经记载，这些以色列的军队就被吓跑了。我们回到现场，当圣便当的大卫来到战场，十面提互兄哥了后，规个故事拢改变。大卫拄到一个忽然间发生的问题，不过伊无因为问题真大就累积，伊决定要解决面前的问题。
因为伊了解，伊的气力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伊甲别人无共，伊无惊吓，反倒真勇敢。第26节记载，大卫问一个互人感觉真戆假的问题。26节伊问讲，若有人杀死迄个非利士人，洗除以色列的见效，这个人会当得到什么？意思是讲，如果我能够打败他，我得到什么？大卫无讲啊，这无我的代志哦。我不是军人，我们不是成人，跟我无关，我唔敢去。我为什么遇见这些的问题？大卫拄到这个忽然间出现的对敌，伊无埋怨。在生活中，我们人生的现场都会遇见各种的问题，这种的老板，这种的奥客，这种的同事，这种的亲戚，都有可能让我们心里面很厌烦。但是这个时候，都是展现信仰的时候。大卫无问讲为什么我拄到这款的代志，亲爱的弟兄们。这些人因为信心无够，所以感觉生活中的问题比上帝较大。我的问题，上帝无可能甲我解决。不过，大卫明白，上帝比一切困难更较大，所以基本上一直问讲。如果我打败他，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别人看到的是窒碍，是麻烦，是攻击，是困难；大卫看到的是机会。兄弟姊妹，这就是差别。差别就是同款的问题，你的眼光所看到的是无同的结果。别人拢感觉无法度啊，我要逃走啦，我要走啊。大卫讲，大卫心内有把握，会当挖靠上帝来赢过这个困难。所以圣经记载，我所读的，你们是拿刀拿枪的，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大卫面对拄到问题的时，伊是自信伫上帝的身上。圣经记载，经节内底有7摆，大卫提到耶和华的名。兄弟姊妹，拜日结束了后，咱每一个人会当拢需要回去家己的生活。我嘛相信生活无简单，一定会拄到各种的困难。毋过离开教会了后的6天，咱有偌济摆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这就是差别。当大卫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的时，伊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是拿刀，你是拿枪的，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们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这个经节形容大卫面对大汉人歌利亚所表现对上帝的信心。大卫毋是倚靠人的武器、势力，以及人间人的策略。大卫是倚靠上帝的名。亲爱的弟兄们，上帝嘛毋望每一位基督徒会当展翅上腾，赢过生命中各种的困难，击败生命当中的巨人。关键就是相信上帝会当予你气力来赢过你的歌利亚。
免问讲为什么我拄着即款的代志，毋免搁问讲啊，为什么毋是以大心改变？爱问讲，我伫即件代志得胜了后，会发生什么代志？可能你感觉讲你的问题真大，不过你的问题绝对袂会比上帝搁较大。亲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罗州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伫未来的日子，虽然即马无目前的引带，毋过求上帝伫即间教会来施行奇妙的工，兴起更多的领袖来起来，带领教会能够成为一间依靠上帝、显出上帝给教会信心的力量。愿上帝帮助每一个会友，能够不只是我们的长老执事需要穿全副的军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穿起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你没有穿起军装，就没有办法打仗。愿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大卫的身上领受新的信心、新的能力，看见你的问题只不过是小事，因为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靠着上帝的能力就能够胜过困难。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上帝感谢你，有大笔的模范来加做阮的激励，求圣神点点中间。互罗州教会搁一摆来领受对提顶来的溃力温数，兴起搁较侪领袖来伫即个时间的过程中间来，互教会得到好处。求你来带领泸州教会前面的道路，让这间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如同当初宣教士设立这个教会一样。每一个人领受那个传福音的热情，正如我们圣歌队今天所献示的一样。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也真的这样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咱真感谢杜牧师甲咱的正道甲勉励。咱三个来吟回应诗，信息第320首，信息第320首，互我迄拍鼓跳舞弹琴学乐，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拍鼓跳舞弹琴学乐主上帝，欢喜，你请写伊的慈爱的名，唱歌乐全人大自在，跳舞欢喜，低音好听，做乐器伴奏，欢喜。牵手团圆，感谢俄罗主上帝，欢喜，真是敬拜奉献做我者。请坐，咱三个来奉献，咱用感谢的心来奉献，请所有人工来执行。
请大家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记载自《撒母耳记》上卷17章45节。咱看周报后面下骹吼来看，咱大句来念一摆。请大卫对遐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我近我，是用刀、用枪、用架；我来我近你，是用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咱来欢迎咱的新朋友，罗春兰姊妹，伊住伫新北市和平路罗州和平路180人26号3楼伊是原属的教会是伫台北市基督徒聚会处咱用同欢喜的心来欢喜来咱来欢迎你咱的唱听互咱主持做一会。让咱出去做一回，让咱出去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一回，让咱出去做一回。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欢迎你罗姐妹我们这边的欢迎，英文的欢迎欢迎你过来咱的教会同做来主持来敬拜上帝。咱来关心教会的事咱看今日的事，今日的周报。本会消息，今仔日是玉山新人医奉献主日，新人医提派人到教会。到志格牧师前来本会讲道，师资培养计划生海教育，中学生奖学金校舍正经的工程，图书馆总书甲相关的事工，兄弟姊妹请关心来台岛，奉献支持。2024年4月初3，花莲7.2级的强烈地震，玉山新人医也伫当中。校园地产活动校舍道路地面都进出泥棚，本着主来互为肢体修缮重建的之路，毋望大家共同来承担来支持。第二，遇神之夜感恩音乐飨宴，伫5月18日今晚的7点到9点，伫网架教会举行，欢迎自由参加。第三，欢迎入会。上主日5月11日，小会接到洪敬田、洪佩瑜妇女会址迁入本会，苏燕姐、建志兄、子英夫妇3名的幼童陈佑、杰瑞、王新乐，全家3代同堂伫泸州的教会聚会，愿主祝福。第四，6月14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进阶中级训练会，专题教会团队服侍的独特性。地点伫大流亭教会。6月初8报名截止，敬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参加。第5洗礼报名，8月初10圣礼典主日，欢迎新人小黎报名受洗。报名洗礼的上元洗礼前信仰造就课程，才通洗礼。6月初8报名截止。第6礼拜后1楼联谊厅的沙发区是新人的接待区，请同工协助引带新人就座，也请其他兄弟来让座位。第7每礼拜3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第8过节报告，咱家己来看。第9欢迎新朋友吴秀兰、戴玉秀姐妹、秀兰姐甲玉秀姐妹、甲袁珠锦梅姐妹，咱今日有来到咱的当中吗？没有安尼咱大家搁继续来关心甲台岛遗体相通。团契消息，当新团契伫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主理是曾玉佳姐妹，主题是民数记，荣耀上帝的性命。
第二，今仔例会结束了后，伫中昼1点，伫教会1楼举行同心祈祷会，欢迎兄弟同齐为世界、国家、教会遍布事工具体需要来祈祷。集体相通，为本会困务事宜守望代祷，恳求上帝平安良母来到本会来侍奉。请大家为着咱的集体来关心甲代祷，也为着世界、国家、社会关心来代祷。也为着极端的气候变迁美国的川普政府的关税甲大堆人来祈祷。这是咱三角来看。来观看顶礼拜伫庆祝母亲节甲结婚30周年以上的纪念的影片，咱请同工，咱的音控同工来准备。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小花童，咱记住咱今年内底上届天后的小帅哥，以及上届考试的小美女，来做咱的花童。咱第一对入场的是咱新光甲美丽，了解咱今年这个牵手单子花是入场的第一对的新人。接着第二对入场的是文珍甲玉萍。结婚已经拿到5单，咱哋要入场的新人是建宇甲瑜佳，伊结婚嘛已经拿到5单，咱大家对于咱朋友们都很感恩，大家的少年的时，家庭幸福，家庭的囡仔，囡仔大汉。接着要入场的第4对是陈全弟兄甲美满执事，因结婚已经38单。接着入场的是第5对。荣臻长老加丽珍执事娘长老娘，荣臻长老真正是亲密。大家是可以冥想弟兄加姨妈姐妹。大家是可以雅展加慧珍。我将长老加铁马哥流，因结婚已经45单。
是咱的台语教授仁和长老他自然娱乐营，应该说是今天我们大家。建议接触甲观众应该接触了，因结婚已经54单。伫听内面，若无忍耐，听就负责。所以我愿意忍耐。伫听内面，若无宽容，听就袂客。所以我愿意宽容。伫听内面，若无尊重，听就专制。所以我愿意尊重。伫听内面，若无谦卑，听就不安。所以我愿意谦卑。伫听内面，若无信赖，听就短暂。所以我愿意信赖。听内面，若无了解，听就放火。所以我愿意了解。伫听内面，若无沟通，听就孤单。所以我愿意沟通。来，我就结束，愿意用我一生的精力来听我的视频人到一世人。感谢主的恩典吼，真欢喜吼。今礼拜三喜临门呐吼，有庆祝母亲节吼，还有庆祝30周年的吼，这模范的夫妇吼，那还有吼，还有真侪家庭吼，还会当吼全家团圆吼来来翕全家福的照片哦，我感觉讲这实在是吼足温馨的吼，足感动人的吼，实在足好的。啊，咱也是感谢咱的芳龄姐妹吼，甲咱做 PPT， 啊，还有慧玲姐有拍摄，啊，还有郭明兄甲咱翕足侪相的吼，咱嘛是真感谢所有服侍的人工吼，感谢，要么将一切荣耀拢归于咱的主上帝。好，感谢主的恩典吼，咱三个来念八遍诗，圣诗第400首，圣诗第400首。愿主临来，甲恁同在，吟诗刷请无事足倒。愿主临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
就等那我水，你望有暗暝看基主的光。愿主你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信心的安宁，甲你有永驻的天堂。亲就等那我水，你望有暗暝看基主的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跟恁众人三甲地的，对即时到永永远远无山。阿门。